每日要處理長者、屋企人同埋同事300幾個要求，安排咗嘅服務又需要改嚟改去，仲要逐個覆，到月尾又要交報告，claim錢同做 Excel 搞到亂晒龍 ，WhatsApp 啲相又堆到山咁高，唔使驚，有我哋翼仔可以一站式幫你全日24小時操作，面對長者同家人，翼仔可以自動幫你改期。Hello， 我想改時間。提醒，可唔可以講俾我聽未來7日嘅安排？使用亦非常容易，唔使 download 任何嘢，直接喺 WhatsApp 傳語音操作。嚟緊我哋仲會推出 AI 配對，幫你尾到最啱嘅人。另外就係 IoT 整合，可以更了解長者嘅狀態而推薦個性化嘅服務。仲有我哋亦會推出一系列自動化功能，務求最有效咁完成每個月嘅 claim 錢流程。如果你都想慳時間、減成本、提升服務效率，即刻嚟試用下翼仔啦！